先要来看到古早人讲，30个查甫是真重，啊那30个查某是老人。当然，即马时代无同，香港查某明星刘嘉玲今年53，骹手共款真溜叻，保养了嘛有够好。最近伫咧 IG po 一张相片，表演伊伫咧壁的瓦壁颠倒头徛，嘛互人看到讲伊体力有够好，毋那是腰束、前屈后屈，还佫把下骨。伊讲因为自由惯势啊，因为骨力才有愤快人生。 几分丝穿轻便的运动衫，趴倒头栽倚伫个壁边，过来显出真十尖的胖仔腰，遮尔好的身材，这个相片的主人到底是谁呢？好吃啊！这个有真水体型的人，就是53岁的港星刘嘉玲。除了抛出这个趴倒头栽的相片，佫真大方来分享伊的人生观，强调讲家己愿望的自由是通过这个面煎甲拍拼。 来实现愤快的人生，安尼，互网友真甲学了讲，这个女神就是女神啦。好辛苦啊！那个是我很真实的一面。其实我做完运动，我都会去香港一些很好吃的那些餐厅，都会去大饱口福啊。就你做完运动吃，有一个心安理得嘛。 平常时啊，热爱运动的刘嘉玲，伊定定去爬山大步行，来保持这个瘦挑的身材。也若运动煞，伊嘛去食一个好料咧。不过伊唔敢食伤济，嘛互人看到讲，这个查某明星为着要维持身材，嘛有辛苦的时阵。像这个36岁中国大陆的女星孙俪，就算讲伊人气已经真旺啊，不过伊也是唔敢放零。以前骨力咧做健身，嘛爱趴倒头栽。 啊，那这台湾的女星陈意涵，伊嘛爱趴倒头栽。这演艺界女星热爱运动，佮保养甲好势啊好势，加上有正面的人生观，嘛来争做真侪迷众追随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